靈修分享，日期2025年9月17日，經文羅馬書7章1至6節。使徒保羅講，律法能約束人，係喺一個人活着嘅時候，信徒藉着基督嘅身體喺律法上就算係死咗，而係為咗要脫離律法，歸於嗰個從死裏復活嘅基督，好叫信徒為上帝結果子。信徒服侍上帝，要按着心靈嘅新羊，而非移民嘅舊羊。今日有啲基督徒嘅外貌似乎係新羊，其實內裏仍舊係舊羊。佢哋唔執着外貌嘅改變，內裏卻係墨守成規住不變嘅思維。本來呢個係好嘅，可惜佢哋不變嘅思維並唔係救恩嘅本質，而係陳年破舊嘅教會規條，以致佢哋唔能夠為上帝結果子。但從前不認識上帝的時候，你們是給那些本來不是上帝的神明作奴隸。現在你們既然認識上帝，更可說是被上帝所認識的，怎麼還要轉回那愚弱無用的粗淺學說，情願再給他們作奴隸呢？你們竟又謹守日子、月份、節期、年份，我為你們擔心，唯恐我在你們身上是枉費功夫了。加拉太書4章8至11節。